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大家好。台灣有個蔬菜，正經全台灣都係寶。當到農村啊，可能年代有當到當好嘅農產品啊、農作物，唔過因為天天時代嘅變遷，可能有上時會有些些嘅沒落。唔過也喺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蔬菜，佢不但具有一隻寶石，我講新竹寶山，佢頭擺啊也梧桐山也非常嘅發展。唔過有一段時間悄悄咪沒落，唔過也下要留佢發展起來，韓國來韓同也社會企業來做結合喎。細細嘅講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呀，新上社區發展協會嘅執行長林鳳姐分享。大家好，我是王林鳳，很高興來到福氣來的節目。分享接下來係呀新竹寶山嘅菜地後生嘅分享一位分享。大家好，我係一位東方戲來到家。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哦。就像我一開始有講到嘅，頭擺的新竹寶山有隻蔬菜，這個黑糖、這個甘蔗這個產業，甘蔗人工做糖嘛，對不對？非常嘅發展，以前是非常興盛的。是不是可以請這個林鳳姐跟大家分享一下頭擺啊，生來這個光景有幾好誒，到底有多麼的盛況，跟大家分享。當然就是回首看一下我們台灣的這個日據時代，那個時候的台灣的農業社會，那時我們的台灣的很多的農田哈是種白甘蔗，在我們寶山鄉這個農村這個家鄉來說的話，大部分的農業是以甘蔗，還有水稻，還有樟腦啊，這三大的農業為最大的收入然後來源嘛哈。不過亞哈好像都越來越少了。現在幾乎看不到了哈，就是但是呢，社區還保持着甘蔗這個農業還繼續復耕嘛哈。以前的話，那個在我們寶山嘛，有一個糖廠叫寶山糖廠，後來又改名叫新城糖廠。那個時候的這個糖廠蓋設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蓋好的，所以我們寶山鄉很多的丘陵地也好哈，然後平地也好，都是白甘蔗，所以一望無際。我都看不到那個人，都是甘蔗田，所以我們以前在民國的50、60年代這樣講好了，就是以前我們的黑糖是全盛時期，而且我們的黑糖是出口，然後是搞大量出口，然後是占我們陳老蛙的那個外匯的80% 以上的。但是唐彥安內公都來跟年頭，我是民國80年出生的，對，我在苗栗，對，但我卻不知道我隔壁的寶山，對，曾經有這麼樣大量的黑糖出口，後來是有在沒落，後來就慢慢就沒落了嘛。以前因為農業時代嘛，就是以甘蔗收入的黑糖製糖嘛，然後也是日本天皇指定吃我們寶山的黑糖，因為就可想而知，它的那個農地的話是從鹽港溪那邊灌溉下來的這些農田，然後養育出來的這些農作物是非常的品質保證的。對，那為何後面的時候就這些非常輝煌的那些農產業就沒落了呢？因為台灣也是做一個國家的改變，就是農業到工業時代的一個改變轉型。再來就是說，它新竹有一個科學園區，然後它開始大量的拓廠蓋設，然後要徵用大量的勞動力，所以相較很多的勞動力就被徵進到科技公司上班了。所以呢，農業剛好又有一個沒有人去看重這塊嘛，也沒有人去重視了，所以就很多的土地休耕在那邊，所以慢慢就是因為也不符成本了，這樣講對，因為你要花要去管理，還要12個月、1年的時間去等待這個農作物的成長，然後還要砍回來收割，所以確實是很費工費時啊。所以那高科技產業的話，就是比較立竿見影，比較快，然後呢，剛好它就是那時候的工業社會的來臨嘛，就是不可避免農業的衝擊。對，是。那什麼時候黑糖、甘蔗這個產業又開始在寶山這邊又開始在復耕？那我們就是這樣，因為我們寶山嘛，新城社區的民國83年成立。那社區成立的那時候的起步跟起源的時候，並沒有開始涉入到農業產業甘蔗。哦，對，那個時候還是以社區發展為主。社區營造、社區再造，如何讓社區的景觀環境變好變美哈？那時候的
开始的想法是这样子。是。那当然就是在民国的92、93的时候，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第2任理事长李富秀妹。他那时候当理事长，他就初心只是想说去关怀访视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辈，他只是初心去看他们的他们的生活好不好这样子嘛哈。可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温度，可能人情味吧。那他们就找了这个宝山的黑糖去做成这个馒头当点心去送给他们。哦。那时候是纯属去送，是一个刚刚好啊，刚刚好就送给他们吃。对啊，那送来一来要送3、5次以后，那些长辈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嘛，哈，因为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不卖？哦，你来做我来买这样子啦，就还有社区的干部，那个时候的社区的干部李监事很认真，也帮忙的社区理事长李富秀妹去推动，然后也一起去把这些馒头去推广。是，然后社区是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收入的状态哦。那今天卖了500块，那就有多了一个材料费了。对，卖了1000块，然后我们又可以多做了一些馒头了，就这样子，所以就慢慢社区就有了个盈余出来了。对，那有了这个收入以后呢，社区就有动力了。对，因为当你没有收入的时候，就没办法有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服务嘛，所以它就变成会比较。速度还有服务面会比较慢，不过还有盈余了以后呢，就慢慢的社区慢慢改变，慢慢在进步。其实这个改变也包含到像是义伟这样子的年轻人回来，这应该也是执行长很想要看到、很乐见的。是在我10年前来台湾嘛，民国98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参与生产制造这一环嘛，就做馒头跟销售馒头，跟做宅配，跟做客服这一块。但这一切都是已经从甘蔗已经复耕了，已经复工起来了。对，甘蔗是95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跟交大的学生进来社区，协助社区学生跟着长辈一起复耕，所以2分地活化到6公顷，所以原材料我们就有了。对，那刚好做馒头，对，也是刚好结合政府的一个政策。就是行政院农委会，然后水保局，然后台北分区的协助跨域计划，103年，然后我们102年通过农村再生，103年呢，我们就开始大量的活化农地，对，所以那时候原物料就开始稳定性的我们社区就做馒头了。对，但是其实像这样子要把甘蔗复耕之后，韩国要继续来做加工品，也对我还会经过动到复杂的工厂，比如讲像是从甘蔗要怎么做成黑糖，因为我都不觉得台湾有自己产的黑糖，你知道吗？是。对，没想到真的在隔壁宝山就有。先请林凤姐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甘蔗要用的做成5桶。是，真的很神奇哈。其实我当初接触这个产业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懂，门外行，因为我学的是商科，我学的是市场行销跟国际贸易，但我涉入到农业这一块，对我来讲完全是零，对，还是一个陌生的产业，新的领域，而且我语言不通嘛，然后还要去学习这些，克服这些。那个时候我曾经带着我们的社区的伙伴，我们的2度妈妈的时候，我也曾经就是要请你请我去做这些糖啊，做馒头，然后我那时候给自己许一个愿呢，我说，未来我希望更多年轻的伙伴宝山乡的孩子可以进来这个社区里面创造。那时候给自己许一个愿，可是没想到事隔10年后，就是愿望也实现了。所以这些孩子们慢慢长大，也回来社区了。而且他们回来社区，做在共同沙期有动态给天数，比如讲像是通路这一块，听说都是年轻人这边在帮忙的。我们都在向EV同态给分享一下。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有自己在跑通路嘛，因为我们的馒头其实需要推广出去的。对，其实很多没有，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宝山有爆浆包。对，然后就是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找一些蔬食餐厅啊，或是早午餐店。对，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有跟一个竹北的或者蔬食，它是一个蔬食餐厅兼书店。然后他就跟我们，他就吃过我们的那个乌骨萝卜以后，觉得很喜欢，他想在他们店里卖，然后就跟我们一直就合作对合作，用我们的馒头配他们自己的餐点。然后后来有一次是他们要做一款黑糖咖啡，然后他们一直想说试，最近很流行黑糖咖啡、黑糖拿铁，真的，他们就想试说。他们一开始是试2砂，然后一般的黑糖，他们都找不到那个很香的味道。然后店长他就经过朋友的介绍，就知道我们宝山新人蜂糖，
他就跟我们经常我们的黑糖去试看看，就他那个意外很搭很合，然后自己也很喜欢那个味道。对，甚至还跟酱油结合，而且也是以美黑哈嘎尼啊，广西哈嘎尼做给 tell you， 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结合，而且这个酱油就是手工的，再加上手工的黑糖，对，我糖家都按用讲，像按用天然的方式来用甘蔗做出梧桐，其实吼也梧桐还有懂得运用做来同大家分享，还有懂得内容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星座寶山的梧桐哦。剛下好，阿權妹就當上嘅第三來啊，一甘蔗，用嘅邊做成呀梧桐，做的像lin風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甘蔗做成到黑糖，這整個工序跟步驟是怎麼樣？好的，那因為我們是甘蔗有上千的品種，所以呢，我們在測試這個白甘蔗的這個有沒有哪種，然後適合在寶山鄉的農地上種植。我們歷經了3年，就是103年，這就花了這麼久的時間，光是選品種。對，這樣選品種跟熬煮這個過程哈，加工這個過程，我們就測試了3年的時間哦。哇！對，所以在103的時候是由桃園農業改良場嘛，然後還有農糧署嘛，還有食品研究所嘛，他們就是跨領域的一個部會來協助社區。當然，這個專案計劃是在水保局、農委會水保局，它有分局的一個整合之下。所以呢，我們那個時候花了3年，然後最後選到一個 ROC 16號這個品種，然後適合在寶山鄉的土地上種植。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品種去給農民契作，對，打契作。哇，這樣很好，因為按用菜地農民家的，我們做的有收入，他們就可以有工作有收入。對，所以我們就是契作的時候，我們是保價收購的哈。當然就是說我們收購回來的時候，我們社區這邊負責做加工嘛哈。所以我們在加工的過程當中，我們秉持3點非常重要，因為品質保證你要做到一個對食物跟它的加工過程當中一個堅持。第一，我們在種的過程它是友善的，沒有噴農藥哦，友善的種植。第二呢，我們是用來人工清洗。就是我們完全用人工的一個刷子去把甘蔗表皮，甘蔗它在12個月的成長過程中，它會有一個白色跟黑色的膜包在外面的外層，所以它這個是洗乾淨的。哇，好漂亮哦！對，這是洗乾淨的，所以就是洗乾淨完畢，我們就榨汁嘛。那汁是翠綠色的。那我們榨完汁呢，我們就用蒸汽，因為早期的古法煉糖、古法熬糖，它是用鐵鍋跟燒柴。對，然後它是用直火去對着鍋底下直接去高溫去燒它，所以它那個溫度最少大概要125以上，而且時間非常長，1天甚至到5到6個小時，然後人類最少要5到6個，然後要把這鍋糖熬好。那我們現在呢轉型做這個半自動化的機器，所以我們的人力他們又降下來了。同時呢，我們在用一個蒸汽的概念，透過鍋爐管道受熱，溫度進來這個鍋子裡面，它完全不用碰火，它就是熱氣進來這個鍋子，然後水分慢慢把這個甘蔗汁蒸發。所以古法雖然它是古法，不夠給溫度它高，但是現在改良到比較不要那麼高溫的方法。是。那這樣子對於做黑糖來講有什麼優點呢？它就是剛才。然後就是堅持到，就是我們講的就是3點，一個就是甘蔗的話，它的大量的礦物質、營養素都保留在裡面，因為溫度沒有這麼高。對，因為我們舉一個例好了，蒸的魚跟煎的魚，那蒸的魚的話，它的魚香味跟鮮口感，它的那個對會保留在裡面。它煎的呢跟烤的呢，它就會比較容易燒焦，或比較對於我們的吸收也不是那麼好嘛哈。所以我們大概是用蒸的概念。再來就是說它沖泡於水，哈，我們要對這個食品的一個檢驗哦，其實不用太繁瑣，用水。對，用水可以檢驗它的。你講到檢驗嘅，就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當沖藥嘅，就係當然就會有一共生農民啦。原來有梧桐還有本手工嘅桶還原的，對，還原黑糖，所以市面上是有還原黑糖的。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從
后来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后哈，大部分的糖厂都不做糖了，然后都是进口砂糖进来了，因为毕竟就是一种市场结构的改变嘛，需求也改变嘛，对，还有人口，然后快速想要成本，对，然后成本也还有一个就是想要立竿见影，就快速看到这个成果嘛，对，所以慢慢的就是用进口砂糖进来，然后加糖蜜或色素或香料，直接做还原，它不需要找那么多的土地了，它也不需要等待12个月了，所以呢，只要有那个砂糖进口进来，然后买一个设备，它就可以操作这个黑糖的制成，就可以变成还原黑糖。所以那就要搞太搞来看一下，生了呀，还原的黑糖跟手工的黑糖要怎么来区分，要怎么来检验？对，因为还原的话，它就是冲泡水，它没有甘蔗香。它第一它没有甘蔗香，那第二呢，我们的黑糖的话，我们就是在做制成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温度比较低，然后时间比较短，所以呢，我们在检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送去2GS 检验嘛哈，还有全国公正的那个检测器检验嘛，它是全台湾唯一没有丙烯酰胺致癌物的黑糖哦，对，所以呢，它这2点，第一甘蔗香，第二呢，它是没有含致癌物的黑糖，对，然后第三呢，它完全是保留着大量的矿物质，是对，而且我看这个颜色，甘蔗甘渣水，然后给渣水出来只黑一直煮就会变成这一罐，这一罐叫做翠玉乌糖蜜，对，等于就是有点浓缩甘蔗汁的概念了，是的，对不对？然后浓缩甘蔗汁根本有带了，然后给泡水过后会不会变成有一些强，有点绿色的感觉，对，所以其实是只要是手工的黑糖，它泡成水，它其实是会有点绿绿的。手工的黑糖的话哈，它泡的水它会有点深，比较像我们这个粉的话，它收比较干，对，它泡出来的水它有点墨绿色。哦，那我们这个蜜呢，它的蜜还没有，对，它的水活量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它就是还没有完全干燥嘛哈，它是变成蜜的状态，它泡的水它就甘蔗汁了。好香哦，对，就是甘蔗有一种 TPA 的蜜头，要黑你是白砂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味道，白砂糖已经没有那个甘蔗的香气了，要就像你去鸭丝啊嘛，去熬鸭丝啊，经过那个榨甘蔗汁的那个摊位，你会闻到好香的那个甘蔗水的味道。这个就是原汁的甘蔗熬成浓缩甘蔗汁之后再稀释变成水的甘蔗汁。是，而且它就是里面浓浓的甘蔗香，就跟我们喝甘蔗汁的味道是一样的。然后它还可以拿来做包子，它可以做包子，它也可以冲泡饮料，它可以煮菜。好，它可以当做我们的料理用，它可以做我们的控肉，好，也可以然后入菜。所以像是我手上这边有2个，就是新城社区做的翠玉包啊，一个是有包馅的，会爆浆的啊呀，蛋狗油不用黑芝麻的，这个是馒头，是，对，听说会爆浆哦。爆浆，对，这个吃法你要注意哦，要2点哈，盘的2点，然后就色了，对。流出来了，好好吃哦！对，因为你看刚好就是有盘子在拿着。正常我们吃的时候没有盘子的话，我们都是1剥2沾3吃，还要沾是不是？对，它这个爆浆包要有不行啊，要3冬龟，我不能滴到衣服，我买不起。对，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皮还有甘蔗的香味耶。对，就会因为刚才有加那个甘蔗水，对，取代水分的部分。对，它有加我们的黑糖，就是我们的甘蔗糖下去，对，然后融合那个面粉，所以呢，这个全台湾要吃到蔗香馒头，只有在我们宝山新城社区才有的。对，哇，你看一下它不用的那个黑糖汁都流出来了，我等一下那个盘呢拿转以后，然后用那个面包把它洗干净。所以其实像这样子手工做的福桶。除太拿来做压包味啊、压馒头啊，变成就是社区里面的一个算是招牌了。招牌啊，而且这个爆浆包非常非常重要，它是社区的灵魂，因为它是让社区可以延续、永续发展这个农村，就社区及企业的概念，就从这个黑糖爆浆包诞生的。是刚开始10几年前，民国95年做的时候呢，我们是定价那个时候的大1颗才卖10块，因为那时候市场的那个消费的趋势嘛，好吃对，但是可是现在的就慢慢的成长哈，薪资结构也成长，物价也成长，所以我们现在也的价格也在调整，所以我们的有成长了那个收的部分。不过回顾10几年前10块钱的那颗收入哈，
引动到现在社区的年轻人回流了20几位，还有又照顾了20多位，对，照顾了宝山乡的长辈，所以它不单只是新城村的这个长辈的服务，我们现在的服务链的话，就全乡在服务。是，对，而且不只有梧桐呀这样农产品出来，接下來還有呀柑美嘅產品哦。我們請一位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柑美類嘅產品。其實寶山就是有盛產柑橘，對，只是一開始就是寶山其實柑橘很多，天氣好的時候它就多，然後產量就多，然後農民就是可能就是因為採收太多，它其實也賣不出去，然後因為我們理事長他是寶山鄉的代表，然後很多農民就來詢問他說該怎麼辦，對，然後我們老闆就也很跟我們執行長也是很積極在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是，所以他慢慢就有開始有發展我們的柑橘果醬，然後陸陸續續也有像我們的一些果乾啊、果汁這樣的產品出來，對，所以像你自己回來，你是被什麼東西吸引到你想要回來自己家鄉的？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老人科系的，我想說，我以為你會被黑糖包吸引，黑糖包也是主要原因。對啊，真的，因為就像吃糖中一口是公的位置，需要這個有溫度的東西。对。剛剛我吃到嘅整好小碌碌嘅黑糖包，我都覺得吃起來真的很溫暖。故說唔但搶好做得一隻梧桐，做得做成梧桐包，本身佢溫暖，或者做得有一筆經費來經營沙期，所以其他就很用來經營沙期。等下休息一下再過來同佢哋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也新竹寶山也欣賞沙期，唔但搶有呀手工做嘅梧桐，也還有做有看過呀規粒美嘅柑美這個果乾，我沒有看過這樣整片的耶。对對，在外面看到的就是什麼谷片裡面會放的都是切塊，切一塊小小塊啊，甚至有些已經看不到橘子的形狀了。对對，不知道怎麼做的。呀，就也每年都給新的產品、新產品，對不對？哦，像這樣子的果乾，那一般推出之後，鄉親朋友他們的反應覺得如何？哇，今年新推的產品嘛，哈、那個歡迎就受歡迎的話非常高，而且我們就是三月對啊，然後我們現在庫存就已經沒剩多少了，就是蠻多人喜歡這個口感的，而且呢，我們主要做吃的話，理念就堅持這個健康嘛，健康，然後不要有太多添加物，沒有添加物，所以它這個果乾的話，它就是糖。跟這個檸檬汁，這是桶柑嗎？桶柑，這是桶柑。因為我覺得那個桶柑的果皮因為比較厚，對，所以感覺會增加那個果乾的口感，好好吃哦。對，所以柑美做得來之後果醬、果乾，然後果醬林鳳姐的推薦是可以用優格，果醬可以用優格搭，用無糖優格去做拌一拌。而且呢，早上的話，早餐呢很適合，就是我們上班族有沒有白領的，或者就是很忙工作的，你就是果醬放2湯匙，然後再來優格放3湯匙，2湯匙拌一拌，就可以當早餐。還有一個荷包蛋，再來用醬油去滴上去。醬油沒黑，對，那個跟黑糖結合的醬油。這個荷包蛋黑糖的一個醬油的荷包蛋嘛，還有一個優格的這個這個早餐嘛哈。對，黑公司你呢，想為了喝飲料的話，就把果醬拿來泡水，就變成水果茶。對，而且它的多用途，因為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因為我們的產品沒有添加物，它沒有吉利丁，它就是天然裡面的果肉果皮70%的果醬。其實很多果醬裡面，這樣也有起來看起來高高，有沒有像果凍一樣？那就是因為加了吉利丁。那這個就是完全用糖去蜜的，跟鹽巴，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檸檬汁，還有少量的麥芽糖，所以它就蜜它出來的話，那個果醬的話，它就是打開了，還有點像那種。比較稀一點，因為它沒有放吉利丁，它不會勾勾的。對。然後這樣子的話，堅持呢，我們後續開發的一些附屬的產品餐點，它是沒有負擔的。對。比如說我們水果茶，對，優格，還有一些沙拉，有一些沙拉也可以拌。所以你看，也同大家來複習一下，上來有幾道用產品。我們從黑糖開始，有這個單純的梧桐，還有加薑麻、薑蜜的梧桐，是。然後還有豆油，然後還有。
黑糖包，脆鱼黑糖包有2种，有包不同的，同是馒头的，是，对，然后再来就是进到柑橘，有柑橘果酱，对，柑橘果干，对，亚的产品全部出题做的天数呀，欣赏啥起来发展以外，和照顾到呀老人家。对，听说是想要再开始来做长照的目标。其实我们应该讲说，我们目标一直是长照，我们没有莫忘初衷。对，一开始就是从长照出发的。对，我们一开始是从长照出发，只是结果其他产品卖得太好，没有想到产业会凸显出来它的一个品牌的价值嘛哈，就是很多的事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去预知哈，然后只要你努力用心去做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它会爆发，它会有一个改变的。所以那时候纯属就是以社区服务嘛，社区服务没有一个经济的支持这个社区的长久，所以把黑糖找回来，做成馒头卖出去，盈利回来。那有了黑糖以后呢，后续又收入到柑橘这一块，那个加工这一块的嘛，所以慢慢的社区的慢慢产业慢慢有一个完整出来了，一个企业的规模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长照这一块呢，我们的目标又更快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就是全乡的服务链了，它不是只是在单纯新城村的个案服务了。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盈利东斗可能第一看他嘎天师头给观众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对，农村都有人口老化的问题，是人口老化就会遇到长照的问题。对，那像现在你们是怎么样执行这个长照的计划？我们就是社区民国95年设立长照站嘛，就是社区关怀据点嘛哈。那我们就是那时候的一开始社区的话是1个月公餐1次，然后健康促进的话是1个礼拜1次，1个月4次健康促进，然后带着长辈运动这样子哈，然后身体的体能检测，那1个月公餐1次。到我们103年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每天公餐哦，已经可以每天了。对，每天公餐，然后1到5公餐，再来就是有那个健康促进是每天。好，那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9点，每天都有30个长辈来到枫糖园区运动，然后外单工，然后首先身体健康，心情才会快乐嘛哈。所以这个的概念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有老师带，后来他们自主了。他们自己带自己了，哎，就不用老师进来了哈。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大家团队里面推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很有意义哦。而且我们走的是让他们延缓老化的这种服务链的，所以然后8点到9点运动，然后9点到12点就是一些延缓老化的课程。对，像这样子的课程也是以为你自己脱胎后给转宠了，对不对？那这部分像是课程，你们都会加入什么样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有插花课，对，长辈也喜欢上些，像环保局会来帮我们上课，教长辈如何认识那种厨余怎么样利用啊，再利用这样子，对，很特别。这个课程听起来是很有趣，对，但是我很好奇，想要问一下伊比哈，像你按 Hill 上，你真都新竹有几久诶？我一直以来除了大学离开新竹外，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在这里。对，都在。那你看到这一段时间 Hill 上你挣了一个情形，从一开始回来几个，到现在回来多少个？其实我们一开始接了蛮多个人的，加我到现在也蛮多个在里面，其实就很高兴在农村里面还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可以一起工作，然后大家都很有想法这样子。但你们发挥了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点子，像是比如说像是在超商取货这一件事情，因为一般你可能用都讲，我这个商品我就是做宅配，但是年轻人回来就想到新的方法，做嘛该用都用超商取货。因为其实现在人都很忙碌，不是说早上都在家里，他可能晚上才下班，对，他就必须要到超商取货才可以满足到他想购物的欲望，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去接洽，看有什么单位可以让我们这样子配合这样子，对。因为超商取货好像需要一定的订单量，他才可以做到。对，就是我们一个月要出多少货，然后他愿意让我们接我们这个单这样子，对。那我想请一下林凤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轻人加入社区之后，社区的改变。当然就是新的思维嘛，哈，年轻人，然后还有新的想法，那还有一个热忱、活力，所以呢，对农村的注入的话是
非常的重要，而且改变也是非常明显。就像刚才举的超常取货这件事情，因为单纯线上的系统操作模式，就需要年轻人去做这一块，因为你的金流要对账，因为你的取货的那些出货单，然后都要对系统都要联系的，所以就年轻人就非常有这一块的专业。所以呢，年轻人回到农村来讲的话，对农村来讲就可以改变到很多，就是现在讲 AI 的系统嘛，年轻人都可以很会的操作嘛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人他很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环境的改变，然后比如说活动的一些新的元素，一些活动的一些办理，跟去年我们接了一个敦泰活动嘛，就是科技公司500-600人来农村办活动嘛，所以呢，年轻人就很多的一些 idea， 给他们怎么设定活动的游戏，然后让亲子。然后一起来这边，所以年轻人很多的一些想法，就是会在农村里被看见。对，所以现在其实整个农村里面的活动也开放到外面的人可以一起来参加体验。对，我们社区的话一直都有提这个农村旅游嘛哈，那去年也获得农委会的一个优质农村的旅游认证的一个农村的基地了，所以呢，就更多的旅行社业者会进来社区。那我们可以去体验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体验的话，可以做馒头 DIY， 就是该吃的馒头可以自己做，这样就学起来了耶。还有那个甘蔗砍甘蔗农事体验 DIY 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刚才喝的那个甘蔗茶嘛，我们也可以做。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熬糖变成那个糖粉，然后变成我们会变成那个糖果，然后我们这个也可以做。对，其实我们体验是蛮多的，丰富性的，那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像冰棒也可以做体验，甘蔗冰棒。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带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或者听过什么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有时候就是那种台北或是北部下来的那个小朋友，他们就去砍甘蔗，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干嘛要来砍竹子？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个没看过的绿色甘蔗就是竹子，就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方式来经营，把社区企业跟农村改造来做结合，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当然就是要花时间，还有花人力，还有然后目标要很明确。其实很多人就是有梦想嘛，可是梦想要变成理想，那理想呢要变成你的目标，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去设定好的。那你的目标设定定位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专长发挥在这个我们短中长期的这些事情当中，去建立这个企业。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哈，这是社区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了哈。那当然，社区长辈也是很认可这个社区，很认同这个社区。所以我们的社区不单年轻人，而且社区长辈好可爱哦，很有爱，而且很投入，而且对社区只要有事情呢，长辈是义不容辞的，马上就出现了。包括我们的台风过后，然后园区里面很多树倒了，然后环境很脏乱的，我们理事长都不用发动的，那社区的长辈就志工就自动自发去处理这些事情。对，所以我们社区是非常有温度的一个社区，而且是不计公民成就的。就是对。因为最近节目当中吼，东方喜也有抢到这个我们的林凤姐还有易伟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欣赏沙琪亚的个故事，韩国啊也有台湾手工的不同产品，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哦。什么两位，谢谢，谢谢。没什么天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好来做运动哦。